3呢就係平凡騎士啊，大外檔見㗎啦，光年魅力白衫白帽㗎，響後邊係米奇嚟㗎。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健康愉快啊，佔先少少嘅，響佢後邊黑衫呢勁進輝煌未有位啊，中間有得道猴王啦，馬林後邊嘅馬啦，先見到神虎龍區冇位啦，出邊光年魅力已經上嚟啊，最出仲有隻米奇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光年魅力透出咗，米奇響外邊一路追緊佢，埋邊仲有得道猴王，最後100零米，光年魅力仲係接先，米奇逐步追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光年魅力捧走香港回歸杯啊！外邊追上嚟係米奇，第3名呢，得道猴王，第4名埋邊，健康愉快啊！結果一對被動型嘅馬都追得好啊！光年魅力都係大隻啲、大步啲，入彎主動先啊！結果就率先衝線，捧走香港回歸杯啊！米奇都追上嚟第2，得道猴王第3，第4名埋邊，健康愉快。好啦，恭喜晒光年魅力捧走今屆香港回歸杯，亦都係自己本身嘅第4 win 啊！哇，潘頓都騎得好緊要啊！米奇都喺外邊追一段喎，翻嚟攞個亞軍，第3名呢，得道猴王嘅機會大啲啦。